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初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指挥中心表示，对9月10日开始的恢复对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欧洲甲邦交国入境免签证，入境了后也是爱3加4隔离。张善政基洪亚公朝 NCC 报告，选马农委会获议通过。另外，林经玲交代论文实验抄袭，已经送学论会了。英国新首相伫下暗的结果就出来，外交大臣特拉斯目前民调是赢面上大。入境管制搁在放令啊！指挥中心今日表示，对9月10日开始会恢复对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欧洲甲邦交国入境免签证。不过入境了后，也是要进行3加4的居家隔离。那在总量管制之下呢，这一波恢复美加、纽澳、欧洲与邦交国人士的免签证待遇。但是呢，如果从事其他依照法规，你需要事先取得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的活动，还是要申请签证。自由行当然它是因为开放免签了，所以没有就是不需要具名理由嘛。那他有可能，当然自由行的人也会去申请，但是这个团的部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禁团令还没有解除啊，所以团的部分目前是不会开放。外交部表示，免签证会当来台湾进行商务参展、考察、国际交流、探亲、社会访问等等一寡无需要申请许可的活动。也因为免签证无需要说明理由，就可能会来到台湾自由行做观光。目前入境的总人数也是一礼拜5万人。免签证入境的外国人入来到台湾了后，也是要遵守入境检疫规范，做喙内 PCR 采检，也要进行3加4的居家隔离。那旅行团的部分呢，目前是也无开放。国内伫今日新增加23931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01个，31个人死亡。另外，国内也出现头一个本土的 Omicron BA.4 中和感染个案。来讲到本土病例感染到 BA.5 是增加50例。目前这个本土病例当中 BA.5大约是占不到4成。也因为这本土疫情特别搁再压起来了，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宣布，今年台北市的和平公园无开放予民众航班，违规者上当罚6000。新冠本土疫情搁升悬，初5增加23931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二增加12.7%，中重症有101个，死亡有31个。上少年死亡个案是40多岁女性，做过3期疫苗，8月底快筛阳性，暗过无时限确诊，隔天予亲人发现昏迷送医，意外不治死亡。病况恶化的关系，不幸在医院中过世。死因的话是有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一个状况。另外，上新的定数结果也出来，顶礼拜本土 Omicron BA.5 增加50例，分别是北部35例、中部8例、南部5例、东部2例。目前 BA.5 占本土比例将近4成，甲顶礼拜同款，暗过出现国内第一例本土 BA.4 中和感染的个案，是北部40多岁男性，伊6月底快筛阳性确诊，8月底。发病 PCR 检测是阳性，定数结果是 BA.4。总共到9月7日为止，中和感染个案有9833人。他6月底的感染是 BA.2，那这一波我们有经过定序确认是 BA.4所以他应该推测来讲，应该是我们首例的这个BA.2之后又感染到 BA.4的本土个案。另外，指挥中心顺利买到莫德纳次世代疫苗，说因为伊的作用是对抗 BA.1，唔是 BA.5引起症机。专家组成小组召集人张尚存澄清，原型都甲 BA.2相继疫苗中和抗体效果，比原型都关出1.68倍，对防止 BA.4、BA.5有较好的保护效果。即使只是内部只是含着 BA.1跟原始病毒株的这样的一个双价疫苗，对于 BA.4、BA.5 的流行的时候，相信对于这个防范住院或者说防范重症的以及防范死亡，还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初5宣布，今年台北市和平公园无要开放航班，那经过劝导无要听，应按次数罚1000至6000。疫情指挥中心强调，中央并无针对特定的所在禁止航班活动，暗过强调爱符合相关防疫指引，比如无完整做疫苗的老大人、甲囡仔，无建议参加，中央会尊重地方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顶个月2日，台南有2个警察因为绿色擦拉车去互嫌犯抬死，今早起众人替这2个警察举办告别式，总统蔡英文也去到现场悼念，而且颁发保养令，也针对这2位警察做巡官。蔡英文也答应讲会改善这警察的执法制度。退休警察人员协会也伫参加公祭了后，伫外口举白布条啊陈情，要求爱甲这个嫌犯判死刑以外，也要求政府爱重视警察的权益。告别式会场寂寞顶啊，要送别2个英雄殉职员警。顶个月2日，因为擦拉车去互4人的嫌犯攻击殉职的员警，涂明成甲遭碎结，初5举行告别式。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到场致哀，颁发保养令顶勋章，搁对这2个人巡官。凌晨和被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身受重伤，依然英勇对抗。蔡英文唔甘警界痛失英才，强调会改善警察执法制度，也检讨外役监制度。紧切使用条例相关修法，在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后，将透过我们朝野部门的努力，尽速协商。同时，政府也要通盘检讨外役间相关规定，并列入优先法案，以强化我们的社会安全网。2个殉职员警会入肃中历史，予后人敬仰。会场外上百个退休员警唔甘警员被杀害，有白布条啊陈情，要求判4人的嫌犯死刑，嘛爱重视员警权益。这些杀警到现在死刑定谳了，都还没有执行枪决。政府不可以违法，政府不可以怠惰。今天公祭，明天忘记，是所有现职警察跟退休警察心中的痛。陈情的中华民国退休警察人员协会呼吁政府重视员警执法的限制，修补缺失，也开放员警危险的时阵采取强制做法，更加爱保障员警退休后的权益。也提醒蔡英文唔通袂记咧捌讲过要做警察的靠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去互嫌犯抬死的2位警察，今日举办告别式。这件社会事件引起外界伫咧关心这警察伫咧抓犯人的时阵敢有安全呢？警政署也伫咧检讨现有的抓查方法，才发现讲根本就对袂着时代。按算要甲当年的测验改做是组合警力测验，而且佮配合本地抓犯人的步数，来提升执勤的安全。无记员警，介一人拄着攻击，甲对方保持距离，加强戒备以外，也透过加皮部阻击。对方提出武器，建议员警大胆使用警械。使出武器，我们应该大胆的取出警械来戒备。两个场景是2名员警拄着突发，保持距离，也做彼此戒备掩护，佮看情形使用武器回击。台南市警局伫相应巡视了后，爱员警会记哩安全距离适当掩护，随时武力戒备这战术三宝。观察周遭环境，预判可以抵御攻击的掩体，安排前进或撤离的路线，优先保障自身的安全，等待机会反击。警政署检讨18年警察综合逮捕数恐惊已经无适合，建议用综合警力测验来代替。新测验会无期2到4个员警共同执勤，配合哪吒观察逮捕，带离成套训练。综合逮捕数也无个全项测验是并进成套训练当中，提升员警执勤安全。照你的范本这样子，然后套招，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没有那个剧本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综合再备处是不错的。台湾警察权益平等协会表示，综合逮捕数常常被人讲是套招，也表示歹徒未亲像训练时阵被这辅导配合倒落去，所以建议新的测验应配合 VR 模拟各种情景，互员警有更加侪经验。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地方选举的选情，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的报告抄袭风波是还未结束，今麦搁再逼出讲另外一份报告，可能是抄 NCC 伫2006年委托公检院执行的报告内容。张善政强调，根据是著作权法拢是合理引用的，毋是抄的，也即期迄当时农委会毋甲动电脑互伊通过的，讲是伊今麦再来讲是伊家己抄的。也那一个民进党的参选人郑文平也批评张善政，认为伊的态度是真无可取。也那这部分敢有违反契约，农委会表示目前正在调查。
国民党同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刚入农委会研究报告抄袭风波，争议都也未完全查清楚，阁互人逼2009年经费超过1700万的农委会主报告，65个夜好亲像抄 NGC 伫2006年委托工研院执行的报告。张善政强调，家己会勘来查，爱民进党卖较早会使，即马袂使。农委会如果觉得这个案子当时不应该验收的话，他应该先回去检讨当年在苏家全主委时代这个计划为什么可以通过当时的验收。张善政回应，根据《著作权法》第50条加52条，温存合理引用，毋是抄的，嘛毋是偷的。根据抄袭争议，民进党参选人郑文平是批评张善政态度骄傲。他并不理解说市民应该有知道所有真相的一个权利，所以他在抨击桃园的市政，那是毫无根据；他在反省自己的丑闻是毫无诚意。张善政认为是合理引用，不过是不是有认定抄袭？农委会回应科技处，也搁伫收集资料查清楚。针对媒体今天的报道，农委会也会一并就内容来做审阅。农委会针对相关的案件都有一定的流程，在确认内容情势后，会再依照程序进行。陈小勇表示，顶礼拜有针对97年报告内容收集资料，但是98年是毋是原来有记录，即马也搁伫科技处，也搁伫收集资料，当伫查，嘛也未调集小组来讨论。目前并无就任何研究内容做判定，结果必须等待整体报告检视完了后，才会当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一个论文风波引起各地头拢伫咧检视这候选人因个人的论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再去指控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经仁，伊伫2010年摕到高大学位，也讲这个学位论文也是抄别人的，是用官方报告放入去个人的论文，抄的比率有到60%，要求林经仁就要出面回实咧，也就要退选。林经仁表示讲，这拢是破乌，伊唔承认有抄别人的物件。下晡也已经准备好这资料，会送到阳明交大申请学论会启动调查。三件论文风波过起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初五召开记者会，指控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经仁，2010年处伫交通大学国家主管管理学术学庭学位的论文是严重抄袭。拿资料引用，结果到采到官方统计资料，用大54页报告其中31页内容有抄袭，占比达到60%。那身为一个议员，你的论文几乎全部都抄市政府报告。你是寄生在市政府来拿学位的吧？林正基进一步指出，经过比对，林经仁用假用大的10份新竹市政报告，完全无用家己找的资料，有一寡更加是无对同。对比进前批评林志坚的论文案，民进党团呼吁国民党唔通做双标党，请林经仁回实那个退选。针对我的论文有6处输了引注，是我的失误，我会细心的检讨。选举要回归政策愿景，而不是泼脏水。林经仁强调，并不是抄袭，免过有疏失。伊也准备资料，下昼主动送到阳明交大申请学论会启动调查。同时，民进党新北市机关劳空间也向阳明交大递交检议书，也有立别新北市长参选人也当在希望林经仁会当讲好清楚。过去林根仁议员一直都以高的学术伦理标准去要求其他人，我也会建议他应该用同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的引述的比例是确实有点太高，那甚至有一些地方并没有真的是做到加注这样的效果。我们都等待学伦会的判定结果，才能够去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定论。阳明高大表示，学伦会一旦受理，个合法案件编好了后，将确定监视成立检举案，调查过程也会当在处理指导教授监视监督不周，将会伫接到检举120天内做成具体结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这部党籍的参选人黄珊珊话讲，要甲第一殡仪馆拆掉，变作是公园绿地，引起众人议论。但是中认为讲，这是郭文德市政府的进前的计划。蒋万也讲，这第一殡仪馆要拆，已经是要做政策，未来应该爱多元规划，尊重在地。台北市政府目前已经编预算送到议会审查。民众管理处表示，这是编制期整建工程，按算2023年年中就完工，一并相关的拆除计划会伫明年10月过后才来进行。
上班大楼真济，车也来来去去。伫个精华地段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什么时阵会拆掉？不少市民拢真关心。当地里长表示，经过真侪任市长拢讲要拆，到即马已经延前真侪年。逐年啊，市长也说拢讲要拆，结果3年的市长拢无拆，拢咧骗啦，骗24年啦，讲要拆啦。针对一边拆除基地，无当届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提出市情愿景，当选了拆一边加做绿地，幸福市民。不过当地人认为，甲人生辉煌离上近，意义无大。蒋万安是认为一边拆掉未来规划，包含长照机构、或者区发展组、产业金融专区等，拢是选项，需要尊重在地居民的想法进行讨论。无菜唔是太盖的，东兴花园伤瓦啦，应该会比较合适吧？商办大楼。拆第一殡仪馆，台北市府目前已经编列预算送到审议会审查。殡葬管理处表示，自编日期进行工程，按算2023年年中完工，有信心增加的礼厅宾柜甲相关设施，应用了目前一殡的服务量。二殡的工程目前确实还在进行当中，预计明年大概是6月会完成，预计是明年9月正式的营运，所以一殡的相关的后续的拆除计划会是在10月之后进行。殡葬处也进一步说明，一边拆了后的场地初步规划是简单的绿美化工程，未来如何利用，依然爱等市府讨论甲决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两化精神当个紧张，国民党调整兵役政策，明年做兵的名额会增加，也若这替代役的名额会减少。内政部会证实明年预算案替代役的薪水预算是2亿7千多万，比去年是减少3亿外，减超过要到一半，拢受到这调役立委支持。也若陆军明年是编26亿买重型火炮、手枪等等的装备。规定讲，这1年内要甲伊全部款起来，通好来提升后备部队战力。永华局势不稳定，面对中共加强对台文攻武吓，国防部强化建军备战。明年会招募95000名军事训练役男，比今年77600人，加出17400人。不过明年相对役员额增加，替代役员额相对减少，也反映伫预算。明年度预算限真济费用，拢比今年少超过一半。人数的这个调整跟这个整个国家政策那兵役当然跟国防政策也有一些关联。内政处表示，兵役员额会相关照国防需求，明年度预算替代役薪水是2亿7053万6千，比今年减少3亿1472万4千。何总预算加主副实费也拢减少，只剩3380万2千块，1亿3370万8千块。支持国防部在现阶段的兵役制度下，先调高常备役员额。未来整体的兵役改革，在寻求社会共识。那现在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重要的功能性的东西或需求性的东西回归到义务制，我是也蛮赞同。国防部提升后备战力，除了继续买万用机枪、120空迫击炮，明年陆军编列26亿买后备部队武器，包含中型迫炮、手枪、榴弹机枪、新型消毒器、吊架等，明年都会完成。这个训练的场地、训练的这个时间可能就要有相应的调整，因为人数增加嘛。这个训练的项目必须要符合这个实际的这个作战的需求，那可能就包括有一些比较真实的、贴近实战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训练措施。陆军也用13项明年伫国防部建立综合训练场，成功岭是要规划新靶场，部分部有30机炮，9分场地整建8军团、10军团，也要起手榴弹加反战车射击训练场等，提升后备部队训练成效。记者综合报道。观光局的国内旅游补助自由行，这个补助案呢是到9月初8就结束了。根据着观光局的统计，这届国旅补助已经对各地观旅业增加200亿以上的效益。也若讲到即马呢，这高雄市政府家己推出9月到11月推出着这旅游团的补助。不过讲到咱国内旅行社也是上届期待，就是赶紧放定这边境，让民众出国，因就会当带规团出去啊。
透着强风气象，各路自由行补助到7月截止，不少游客顶礼拜六风台天，赶快期待当选，抢最后机会。根据观光局统计，到7日为止，各路补助总使用人数已经超过480万，团客25000团以上，俩算总效益达到200亿，其中高雄后来观光人数都有120万。延续这个旅游热潮呢，我们特别推出了国内旅游的团体补助计划，从9月1号到11月30号。每团只要15人以上，安排2天1夜的行程在高雄，那同时搭配我们的合法旅宿业，即可享有每团补助。8月底的基顶风吹节，2天涌至7万游客，和高雄市府决定增加补助延续一条。9月也会推出热气球活动吸引游客。虽然补助对各路帮助明显，因为过去有95%派旅行社以接待国外团，也是带团出国为主要收益，业者拢唔忙量早开放入境观光。它的利润是很微薄的。那比较大型的旅行社或者是当初在做国外旅游的这些，其实国旅的这些利润是养不起它的职员的。唔但业者疫情和民众活3年无法度出国耍，民众真期待煞也烦恼着病问题。因疫情化，小孩子比较容易接触到，会更容易啊，所以会考虑这一块。还是会差很多，因为毕竟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开放，整个欧洲都开放，纽西兰、澳洲都是。台湾边境当豆豆开放，准备恢复部分国家免签泰国。因为业者表示，国外旅行团主要来自中国、日韩等亚洲国家。对近3年的旅行社来讲，开放国门恐惊才是救产业的根本之道。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个风台宣南路呢，雨水是真高，不过讲到这个拜2、拜3时阵，一个水汽，各地头有可能会落寡雨。讲到这届风台雨，也予台湾的水库呢低甲甜甜，亲像这石门水库的欠水率已经来到97%咯，宝山水库、明德水库也有95%以上，伫北部的翡翠水库也有80%，伫年底进前呢，大台北地区应该是袂欠水。为气象局的分度会当清楚看到，中台宣南路继续北线朝向南韩，雨初5的天气短雨，各地是多云有时好天。不过为上新的观测，也会当看到拜2、拜3宣南路风台了后的偏北风路南，甲西南风雨较形成雨大。到时阵北部、东北部阁会有明显的落雨，会等到拜4过了后，吹东北风的影响，雨才会停落来。中秋连假有计会是4时好天气的秋季天气形态。明天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中秋节这段时间，天气是相对比较稳定一些。除了弱的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零星短暂阵雨之外，午后的话就是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虽然这摆宣南路无直接影响台湾，也不过所带来的水量也和北部多数水库达到解化作用。根据水利署的统计，这波降雨主要到伫中部以北的水库，其中石门水库跳水率已经回升到97%，宝山明德水库跳水率也登到95%以上，翡翠水库也有80%。今年底进前大台北地区用水无欠，也不过原本水情食来的基隆新山水库也有入水，也不过跳水率只有33%。新山水库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水库，它的蓄水主要是来自于8度抽水站，它一天可以抽水的量大概是20万吨，其中有一部分还要优先供应给邻近的净水厂来使用，所以整个新山水库它的蓄水率是缓步的上升。水利署讲，宣南路落雨虽然有缓解基隆地方水情，也不过目前水情颠覆，有原是导起暗时降压降水的黄顶，因为气候变迁和落雨无确定性真悬。后续若情形较乐观，会适时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咧加拿大也发生乱杀人的事件，有2个嫌犯总摕着刀啊乌白台，上无造成10个人死亡，15人受伤。当地警方已经锁定2名嫌犯，也公布因的相片甲名姓咯，目前正咧检查。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透过推特表示，这个事件让人真伤心，警方也呼吁嫌犯要爱出面自首。发生攻击的所在，警方正伫咧进行调查。加拿大伫咧随时发生随机杀人事件，有2个嫌犯举刀杀人，至少造成10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当地警方已經掌握2名嫌犯的身份，並且公布佢哋相片甲名，全力伫咧追獵。Damian Sanderson is described as a 31-year-old male, 5'7", 155 pounds, with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Miles Sanderson
is a 30-year-old male, 6'1", 240 pounds, with brown hair and brown eyes. 警方讲，攻击的所在有13个，皇家骑警伫咧萨斯克彻温的省内发布危险任务的警报，因为嫌犯抑佫伫咧走路，警报也会扩大到附近的2个省。同时讲，部分被害者敢若是嫌犯的目标。It appears that some of the victims may have been targeted and some may be random. So to speak to a motive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at this point in time. Our investigation will certainly focus on that aspect of it.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透过推文表示关心，并且讲这件代志互人震惊心碎。萨斯克彻温的省长也发推文，对被害者甲家属表示哀悼。警方是呼吁嫌犯赶紧出面自首，并且警告民众开车时阵最好是莫载身份人。公司新闻郑玉林编译。讲到今仔中昼12点52分的时阵，伫四川甘孜州罗定县发生规模6.8地震，这地震深度是16公里。根据官方的通报，目前已经有21个人遭遇不幸咯。有真侪住伫成都重庆的网友伫微博顶头表示，讲这地震是真摇，而且有人翕到讲伊厝内面的咧吊灯是咧海来海去，也甲这个影片传到网络。根据着中国的媒体报道讲，目前知影通报的已经有21个人遭遇不幸，部分车路而且是通讯断去，厝体也是有受损的情形。目前还佫在调查。目前也知影讲，这个救急相关部门已经派出600多人进行抢救的工作。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村11名以色列运动员去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守杀死，这个就满50年咯。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受到邀请去参加纪念仪式。德国总统施坦迈尔也已经对外来表示讲，承认迄当时德国无尽力来救人，害死人质的事故。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初时到德国展开3天的访问行程，佮伫初5出席1972年慕尼黑奥运村惨陷50周年纪念仪式。迄时阵11个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枪手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因70个亲人也来参加。德国总统施坦迈尔伫接待赫佐格时阵指出，德国爱坦白面对家己伫这场惨案当中的责任。Es wird Teil des Gedenkens sein, dass ich eine Würdigung über manche Fehleinschätzung, manches Fehlverhalten und manche Fehler während der Spiele 1972 in München sage. 二次大战结束27年，迄时阵的世界政府原本希望透过奥运会展现一个友善的新形象，想袂到却因为警方无较良好的研究行动，互以色列甲德国关系佫出现问题，甲罹难者家属之间的赔偿协议，甚至用半世纪的时间才完成。I said to President Steinmeier, we are not beggars, and don't make beggars out of us. Make a normal proposal, and we will accept it because we are not money wolves, you know. But this is an insult to our people. Dass es 50 Jahre gedauert hat bis zu dieser Verständigung jetzt in den letzten Tagen, das ist in der Tat beschämend. 德国当局因为保密的理由，无愿意对外透露赔偿金的确实数字。不过，根据德国媒体提到的消息指出，有2800万欧元。另外，双方国共同成立一个研究委员会，重新检视慕尼黑惨案的真相。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在南非进前捌发生几10人操打8名女性的性侵事件，这个社会案件也引起着社会惊吓，甚至有民众在咧抗议。不过，在南非呢，进前只有一半性侵犯去互抓到，只有7%去互定罪尔。日本团体认为讲用化学掩盖方式根本无法度治本。看到加害者大家拢气噗噗，南非进前爆发80多人攻击迄 MV 的剧组，各集体性侵8名女性的惊人案件。这代志不止引起民怨，也引起抗议。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内部也佫出现，要求对性侵犯化学气势下刑。Chemical castration is still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we would like to put across to the ANC, to anybody who's found to have been guilty of rape.
这毋是执政党内部第一摆出现化学气势服药，主要原因是南非这几年性侵事件真多，敢若是2019年到2020年1年之间，都发生超过4万件性侵案件，平均每天115件，是世界上性侵数据上悬的国家之一。不过政府一直无法度减少性犯罪，民众也质疑司法体系无什么路用。Give them to the community because the community will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The community will know because that man gonna sit in that jail couple of years. Then he comes out, do the exact same. 只是对性侵犯执行化学气势是毋是才是应解决问题，民间反应无同。南非一名性别政治学教授就指出，美国有一部分的州甲其他国家捌试行过，不过不一定会带来正面的效果。Rape is not about sexual desire; it's about power and the entitlement to women's bodies. And if you look at the brutality of rape in South Africa, so even somebody who is chemically castrated and impotent can rape with bottles and sticks and objects. 由人权团体指出，南非头先要改善的是警调甲司法问题。根据统计，南非过去差不多一半的性侵犯被抓，其中只有7%被定罪。政府无主动预防犯罪，加害者常常逍遥法外，就算用化学气势，也对减少性侵案的发生无帮助。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有一个着冷感的阿根廷妇女，利用家己所制作的雾冰帽仔，互家己伫咧化疗过程内面避免落头毛。这款帽仔伫过去10多年来，成功帮助超过600个长的化疗病人。今年54岁鲍拉为伊的冰箱提出一项物件，看起来是甲冰箱若受伤用来冰敷的袋啊，骨来的黏做伙，变做敢若一顶帽仔同款。13年前，鲍拉得到灵感，就是靠这顶伊家己发明的冰敷帽仔，互伊伫做化疗的时，袂像其他的人一直落头毛。Me emociona esta parte porque yo le dije a mi oncólogo, yo no me voy a guardar esto para mí. Yo lo que quiero es que todas las personas tengan la posibilidad de que si yo pude no perder el pelo, que todo el mundo lo pueda conservar también. 当时替鲍拉治疗的医生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病院的癌症治疗专家雷康多。雷康多医师讲，鲍拉发明的这种冰敷帽仔，对防止化疗的病人落头毛，确实有真大的效果。El principio es que el frío produce vasoconstricción, la vasoconstricción disminuye la llegada de drogas al folículo piloso y ayuda a que este se preserve y no se muera y se caiga el pelo. 雷康多医师讲，这种冰敷帽仔爱伫第一摆做化疗的期间就开始使用。而且温度保持伫零下20度，每30分钟替换一摆。Y después para mí la verdad que es como que sentís un poco frío a la cabeza, no te digo que no, pero no es algo que sea incómodo, que no puedas hacerlo. 过去10几年的时间，唔但伫阿根廷，阁有南美的智利、甲墨西哥，甚至是西班牙，已经有超过6万个化疗的病人，因为鲍拉发明的这种冰敷帽仔得到帮助，互因伫辛苦治疗的过程中，袂因为落头毛感觉搁较郁卒。记者甘恩恩编译。蔡政府伫明年的国防预算变4151亿，比今年是增加475亿。其中增加上界济就是作业仪器费，这代表讲咱现有的各项武器也个军事装备，拢到期啊，爱进行保养修理甲换零件，需要搁较济经费预算来稳定咱的防卫能力。这是位伫新德山区的乐山东田武警对待中国北回车发射导弹，飞过台湾，依专庭掌握。根据新年度国防预算书内容，明年起到2027年的为期费，当年大约需要33亿国家关注美国监视协助升级。然后在运作的过程中，可能也发现了一些原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一并利用这一次10年期的机会，可能会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比如零附件的更换，乃至于一定程度的性能提升。另外，受关注的也有海军将原本各座飞大巡航舰计划改造成一台轻型巡航舰，加入军向美国买车载布雷系统。火山这个地雷布雷车可以就是快速的撒布2个足球场大的一个地雷区，可以阻绝敌方的推进。轻型巡防舰是原型舰，本来是1艘，那现在可能会从2艘开始，以应对中共这种灰色地带的冲突的威胁。112年度国防预算大大增加到4151亿。增加上济是作业机器费加271亿，增加25.4%。过来是军事投资增加125亿，比去年加13.9%。对外军购或者是国内生产的军备，大概都已经到一定年限了。
所以它进入就是寿命中期的一些维修阶段。加上中共这种洗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这作业维持费，才可以让这些装备可以保有一定的妥善率。苏志芬分析，甲南韩参以色列等受到外来威胁的国家比，咱国军事预算相对偏低。面对中国军费增加，佮对咱国继续施压，蔡政府选择增加国防预算，维持防卫能力，未来也有可能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对中国进口的食品，伫咱边境检验有农药甲其他违法的物质。今年计共有68批，以香菇类甲菌类上介济，但宣布禁止任何中国食品进口，引起正人议论。卫福部长许瑞元再去强调，会加强检验，若准继续违规，就会禁止进口啊。中秋节亲戚朋友聚会航班时阵，除了准备肉类海产，通常也有香菇、金针菇等食材。不过，这寡菇类产品有部分是为中国进口。卫福部食药署边境查检发现，中国进口食品违规真侪，今年已经退分销毁68批。有专家烦恼，若长期食这寡农药残留的食品，恐惊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重金属超标化，像我们如果说有铅超标，它影响肾功能，也会影响贫血，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根据食药署统计，68批违规中国食品当中，上大件是菇类甲菌类，有20批，其他像金瓜、百合、白菜头等，也拢是防检出有农药漂白剂、重金属超标的违规事项。面对中国常常以无影无食的理由禁止咱国食品出口，不过咱国虽然无禁止任何一件中国食品进口，引起外界议论。对此，卫福部长是安尼回应。逐批检验的情形，那我们会看这一个它是否还继续有违规。如果还继续违规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它一段限定的时间来做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那就是会禁止进口。徐瑞元强调，目前边境采取严格查检的方式，无合格就退运也是销毁。中国菇类伫边境已经是100%查检，其他8项检出违规的食品也拢提悬查检比率20%至50%，各国拢是安尼，无只针对中国。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大学因为长期不办有这补习班，用台大这2字做看板对外招生，已经告这补习班侵权咯。智慧财产法院进行判决，这台大一审胜诉，业者就要赔付台大623万，而且袂当搁再使用台大这2字。来出名的补习家、南洋街，四界拢会当看到补习班的看板，尤其以台大号名这间补习班，台大2字特别显目。这间补习班捌讲要去台大，先来台大名声真响。没有说一定要来这间，但是我觉得是个噱头。如果这个人他是本身就没有很努力的话，你说他去上补习班，那他也不可能会上啊。民众普遍认为，要读台湾第一学府，除了打拼，嘛要有天才这方面的条件。台湾大学是认为，台大补习班长期使用台大2字做看板，牵涉到侵权，提告求偿1000万。智慧财产法院最近判决，业者要赔偿台大623万，也袂使阁使用台大的字样。他有商标，当然补习班在这方面是有点理亏，但是我觉得，以台大补习班现在目前经营的模式，它是在做国中班跟高中班，跟他们台湾大学所经营的系别是完全没有嘎达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来讲，我们就觉得很困惑。那当然有一些，如果他已经有注册的类别，他就可以透过民事啊，或是刑事侵权这个主张去请求别人不能使用。智慧财产局表示，台湾大学伫维护台大2字的商标权益正积极。根据了解，台大捌向生技公司药局提出停止使用台大这个商标使用，对一审败诉，台大补习班强调司法当地进行，无做回应。因为用这些比较名气比较大，或者是威望比较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名称哈，它可能除了沾光或是搭便车之外，它也可以借此去创造一定程度的他自己品牌的一些利多。
学者认为，为品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业者碰风也是使用代加减有要骗人的目的。也认为最近社会开始注重智慧财产，也甲商标专利。业者若要使用出名大学的名称，应该是爱先了解商标法的相关规范，也甲这个学校是毋是已经注册才会触发。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这台票换美金收伫咧30.71块，落1.22角，是这34个月以来上介低。央行外汇局表示，主要是国际美金走强，强调7月到今拢有进场调整，毋是外界所讲的帮助互台票继续伫咧落来救这出口产业。另外，无有对手国南韩因的韩元换美金也来到13年来上介低，也若日票也共款是24年来上介低。就外汇分析师表示讲，为着要振兴出口、救经济，台票汇率有机会看到31块。是奶油啊，它已经涨好几遍。我们台币如果能够升值是最好的。高边业者一直话挡袂牢，讲面包、月饼制作成本愈来愈悬，除了原物料进口成本大大增加以外，最近还有台票汇率一直落，进口面油、面粉变贵，毋拿来输行的餐饮业挡袂牢，就连做出口的大公司头家嘛讲，最近原物料成本变贵，生产成本增加，若是台票一直落，恐惊出现反效果。为了原物料、零组件等都必须进口，30到31，适当的，如果再贬下去，国内通货膨胀。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初五盘中落价30.77，尾盘央行进场调节，收伫30.71块，创下超过34个月以来新低，报1.22角，成交量是12.28亿美金。7月份也是有进场调节，那8月份也是有进场调节。9月以来嘛，当然还是继续都有，主要是国际美元走强的因素啊，并不是说我们放手，是美元走强的力道非常的大。美国一直升关利息，美金一直起，初五阿伯差不多全倒。人民币兑换美金的汇率收伫6.939，报4.05分，创下2年来新低。日元嘛到140.45块，落2角半，创下24年来新低。韩元是1371.26，报10块1，也创下13年来新低。美元持续走强，然后央行后面升息的步伐没有跟上的话，那台币持续走弱，应该还是可以看，还是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美国联准会预测9月底要公布利率政策，外界预测会阁升3码。外汇分析师表示，美金会持续走强，热钱一定会回流，全部换美金。为着无要互利差扩大，央行也同齐升利息，会伫8码至1码中央。国家台票的汇率维持伫30块半至31块，互出口会当成长，阁未增加国内物价。记者综合报道。提供给观众朋友一个上最新的消息，就是英国保守党的党魁，也就是新任首相选举，已经伫咧台湾时间暗时7点半公开结果。全国18万名保守党的成员，就亲像民调共款，选出特拉斯来担任着党魁。不过，伊一上任就要面对英国这40年来上介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有家庭能源费可能会起8成挑战。英国新首相人选初五总算确定，特拉斯是伫柴契尔夫人梅伊了后，英国第3个女首相。不过，前首相强森时期看守2个月以来，政府拢无运作，期间连续经过通货膨胀、能源价格大起、产业起落者问题、加深长期衰退、加人道危机，政府的具体政策未当搁等。Within 1 week, I will make sure there is an announcement on how we a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energy bills and of long-term supply to put this country on the right footing. 46岁的特拉斯支持经济自由主义、信奉减税加小政府，伊切实强调会赶紧解决生活成本危机，佮提出促进经济成长的计划。具体的细节是还未公布。根据伊的讲法，包括暂时取消能源小单中用伫绿能转型的燃料税，改变共产政府推动的国民保险费起价，另外佮通过紧急预算提供300亿英镑的减税做法。特拉斯反对直接补贴的做法，按过无论减税还是取消保险费起价，主要有好处的是中上阶层，真正善价人根本连缴税条件都无。特拉斯面对这个质疑，表示对好嘅人减税是合理的，因为会当提振整体经济。中阶收入者对领导阶层脱离现实感觉真失望。
I think it's about disparity between the people who've got money and those who haven't. Until yesterday, I worked for a charity who helped families with challenging issues. We had to close yesterday because funding was pulled. Something that the policymakers don't understand. They don't live that life. They cannot ignore what's going on, but I think they will. 特拉斯2010年开始插政治，第3条保守党政府担任经济部长及要职。外交方面是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对中国的立场强硬。特拉斯在2016年脱欧公投期间支持留欧，不过通过了后立刻全力支持赶紧脱欧，也一直是共产政权坚定的支持者，所以受到共产派党员的信任。党魁之前顺利胜选，切拉特拉斯要前往苏格兰接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做首相。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伫咧进前，香港局有发公文强调，毋是家己用的游艇袂当载人客，除非是包船或者是加入俱乐部，而且也爱共地点共批人上落船。伫半中途袂当载人客，也袂当互人客落船。业者也质疑讲，这法规已经对袂着时代了。工作人员伫码头整理游艇。高雄这几年伫亚湾甲新达港等规划游艇码头，要发展海洋甲游艇产业。航港局真昨仔说发文中心，以船舶法非自用游艇袂使载客，除非包船也是加入俱乐部，但嘛爱共地点共批人上船落船，袂使中途载客。安尼法规解说甲目前游艇营运状况冲突。你到小琉球，我突然有事，我可能坐个载客船先回公司处理，然后剩下的他的朋友啊，他的亲戚。就原船再载回来，可是就中途少了一个人，这又变成是违反这个船舶法的一个规定。高雄7月中才签约新达港游艇码头 BOT 案，业者原本想要推出蓝色公路行程，游客会使对高雄港上船，一路到蚵仔寮渔港、新达港观光。但业者发现游艇根本无法度中途予游客落船观光，予业者认为无够弹性。游艇休闲活动呢，它要有一点多元化的趋势哈，适度双绑。中途停靠点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是一个友善游艇休闲活动环境。对这个不得客货运送，当然有一些行为的太样，那我们提出来，集思广益，的确是有修船舶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来前进。台湾要发展海洋观光，但目前法令煞对袂着时代。平台拍算这个月伫2院提出修正动议。航港局嘛表示，非自用游艇会参考英国商用游艇管理，针对定义文义做修改，互业者更较清楚安怎营运，嘛会放松限制，增加弹性，并强化游客安全管理。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当地居民出来抗议啊，因讲台中大街有一个饲鸭场。是去甲这个做国有地做19笔，煞咧乱摆这个饲鸭的垃圾水，虽然无看到政府伫咧进行管理。清除废弃物，调查不法。里长甲民众有报道抗议，指控10外公顷的饲鸭场有业者饲数万只鸭，那鸭毛乱飞、乱排污水，甚至也互不明营建废弃物甲落屎回电，严重影响自然生态甲居民健康。这拢是落渣，黑地地啊，所以我唔知咧甲委员讲若开挖落去若开挖落去，知影佫规个拢是落渣，因为迄阵咧倒我有来看，但是咱无违法。位伫台中大家的这个饲鸭场，总计租用19笔国有土地，当地民众批评业者违法回电甲排放废水，国产署煞当作无看，要继续出租盈利，所以要求调查不法，清除废弃物，过户农地回归农场。国产署强调，业者当向台中市农业局申请用份使用，会会同环保单位会务确认，敢是有废弃物甲落屎，一切依法办理。是看容许使用的部分，地方政府是不是审查结果，我们再来处理啦。那至于废弃物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委员要求的时间，跟那个地方政府还有环保单位来处理。近日将邀请国有财产署管理单位、环保署等相关单位至现场开挖稽查，如发现有现场回填营建废弃物情事，将唯一违反废弃物清理法46条规定法办。台中市府表示，业者无出示用份使用同意书，也无办理土木场登记，已经罚3万罚款，将会开户确认敢是有囤废弃物，那就是会当个以废清化开发。国产署到时会依作业要求业者恢复原样，若无会当终止作业。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中市东区大地国小边有一座天桥，这座天桥瓦人家厝真瓦。当地居民也讲，这游民伫遐乱行，而且这窗仔门电来叫人讲破，因是心内真惊惊。市政府也讲会找人会勘，甲地方讨论看讲这天桥敢有必要拆掉。吴先生为天桥一伸手，就要卡到家己厝的窗仔，为厝内向外口看，外口的天桥看甲清清楚楚，这互人真困扰。因为不止无稳输，窗仔佫真侪摆互人破坏。甲阮的窗仔门差也近，甚至伫即个过程中间，阮嘛捌玻璃互弄破2届啊。即个情形，阮伫遮，阮心内一定会恐慌。台中市东区大地国小边的人行天桥，县国处处讲天桥搭着下架，常常游民伫遮，佫烦恼随时会着出头，也表示校门口已经有斑马线加交通号志，天桥使用率真低，要求市府拆掉。啊，不过家长有无共款的看法？以我们幼儿园孩子来讲，他如果在走斑马线的话，其实速度上是很慢的，红绿灯的秒数是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们都还是走天桥来使用。在家长立场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保留天桥。是不是要拆掉地方看法无同？台中市府表示，目前立管的人行天桥有98个，每年编列3000多万的经费来维护，是不是要拆？还佫真侪方面来考虑。会先调查道路交通条件、交通设施配置是否完善、设施存在必要性等等众多的因素考量，并广纳地方的意见，通盘检讨。市府表示，因为各路口天桥的设置条件甲交通状况拢无同，伫确认交通设施、车甲路人的流量甲地方意见会诊进前，未拆掉，确保过路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作词家李林秋伫大稻埕的旧厝进前有产权争议，落尾是李林秋的后生以3400万买落来，台北市该认定做市定古迹，今仔日开始进行修复啊。诚心参拜祈求李林秋故居的修复工程顺利。徛伫台北市大稻埕的李林秋故居，经过产权争议，落尾李林秋的后生李修干撞到3400万，以优先购买权买到，而且信托管理。台北市也认定做市定古迹，即阵总算伫初5举办修复工程开工典礼。哇，心情真复杂，但是真安慰啦。我母即个母15年啊。在今日尘埃落定，阮老爸上早有一个希望伫就对啦。伊讲楼骹要做一个公共艺术表演空间，就敢若一个 coffee shop， 有一个小的舞台，互少年人有当时伊无做在人发表作品嘛，互少年人踮遐表演。李林秋故居1楼的天棚已经破甲真严重，虽然厝已经爬落来，但是修复也阁需要2000万左右。经过协调，即阵由中央出35%，台北市文化局40%，加李修干25%共同负担。2楼的楼板、屋顶的天花板，还有屋顶的屋瓦都其实漏水非常严重，那也有部分的砖瓦的龟裂。原则上是要先把这个。漏水啊、腐朽的部分都要把它复原。文化局表示会尽力甲李林秋故居恢复做100年前的模样，不过嘛承认这是真大的挑战。未来1楼会按照李林秋的愿望规划做食食加商店的空间，2楼保留李林秋工作的模样，展出伊的文物，边仔的房间会加做音乐展演空间。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7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